咗時間，咁我諗都講住先啦。咁好歡迎大家嚟我哋今晚呢一個即係哲學講座啦嚇。咁今晚呢個講座咧就係2009春季特約人文學術講座，咁就係哲學輔導嘅一個系列，即係我哋叫系列一咁樣啦。咁其實今晚係第二講嚟嘅，咁就喺上個月已經係舉行咗第一講嘅。不過就每一講都有獨立性，咁所以就即係就算第一講冇嚟嘅朋友都冇所謂㗎，因為今講本身亦都有獨立性嘅啊。咁就嗱呢幾個講座咧，即係主要都係講關於哲學輔導嘅。咁但係就唔係一般就咁講咩叫哲學輔導或者哲學輔導嘅一啲具體內容咁樣。嗱咁仲最重要咧就係通過同心理輔導做一個比較啊，然之後帶出咧哲學輔導嘅一啲特有嘅內容。咁其實就可以睇成係哲學輔導同埋心理輔導一個比較同匯通嘅。當一個比較匯通嘅過程裏邊，亦都可以睇到哲學輔導本身啊，即係有啲咩獨特嘅意義或者價值。咁就係我呢幾講嗰個即係目標啦嚇。咁就同埋我呢幾講咧，就係圍繞住心理輔導三大學派即係去討論嘅。三大學派分別就係精神分析、呢個認知行為心理輔導。最後咧就係人文主義嘅人本主義嘅心理輔導。咁我哋今晚咧就係講認知行為嘅心理輔導嘅。嗱，因為咧就即係有獨立性啦，即係唔預設大家譬如第一講有嚟咁樣，咁所以都要多多少少咧對於咩叫哲學輔導咧，即係稍作一個交代先啦嚇。因為一陣間我講即係認知行為嘅心理輔導咧，我都會從哲學嘅輔導嘅角度去睇嘅。咁所以都講一講就係即係究竟哲學輔導講咩嘢啊，同埋我自己就點樣睇哲學輔導啊？呢部分咧就我盡量希望精簡一啲啦，即係如果唔係咧三講可能呢一部分都即係佔咗譬如一半時間，可能就重複咁樣，可能就唔係太好啦。我希望盡量精簡講一講啊。咁就首先就係咩叫哲學輔導咧？我跟翻而家呢張紙嗰個次序嚟講啦。如果邊位朋友未有可以舉手，我派一派俾佢啊。咁就講一講，即係第一個標題就係哲學輔導概述同埋講者嘅哲學輔導體系。咁首先就係講咩叫哲學輔導啊？咁就或者咩叫輔導先啦。我哋即係講哲學輔導，當然先了解咩叫輔導啦。嗱，輔導嘅意思咧，我自己了解咧就係用對話嘅方式去解決人嘅一啲人生問題啊。咁同埋係一種專業嘅方式嘅，即係專業嘅方式都係好似而家現代社會嘅一啲專業咁樣嚇，係要通過一啲即係譬如批文報酬呢啲方式咁樣。咁最重要就係嗰個即係活動咧係有啲嘅功能係達到咁樣。咁而最重要我自己理解就係解決人有嘅一啲人生問題。咁呢個就係即係講輔導學咧嗰個主要嘅意思。咁我個人覺得即係輔導學嘅幾個重要嘅分支，譬如包括今晚我要講嘅哲學輔導同埋係心理輔導，或者同呢兩種輔導係可以相提並論嘅譬如話精神病嘅治療或者甚至基督教嘅靈修指導等等。最主要嘅分別咧，其實只係嗰個進路唔同。呢個我只係理解嚟嘅即係個進路唔同，就唔係話佢具體內容又唔同。咁所以咧就同即係其他嘅哲學輔導員，我自己嘅睇法咧可能唔一樣嘅嚇。因為我自己都上過另一位即係喺香港有實際哲學輔導經驗嘅講者啦，就係即係都係我哋人文作會嘅幹事，都係我朋友溫格維博士咁我上過去哲學輔導嗰個 course 啦，咁我發覺都同佢嘅理解幾唔同嘅咁都要話交代幾句啦，因為溫博士咧，佢睇哲學輔導咧，會睇成同其他輔導學係好唔同嘅。佢成日強調哲學輔導係一種教育唔係一種嘅輔導或者治療咁樣。咁呢個咧，我個睇法係少少唔同嘅因為我覺得就係既然用得輔導嘅名咧，即係哲學輔導咧，就唔應該同其他輔導係唔同嘅，否則我哋唔應該用輔導呢個字咁而至於咧，即係睇翻哲學輔導同而家有嘅嗰啲其他嘅輔導咧，我哋發覺其實係好類似嘅喺性質上，都係要指導人去處理、去解決一啲人生問題嘅。所以如果將哲學輔導睇成係同其他輔導係完全獨立不相干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就係有一啲嘅問題嘅呢個我話唔多講啦咁我講翻就話唔同嘅地方咧，哲學輔導同其他重要嘅輔導嘅即係分支唔同嘅地方咧。咁就頭先講嘅係進路唔同，咁呢度我話簡單講幾句啦譬如話精神病嘅治療咧，
最重要嘅進路就係用醫學主要就係精神病學嘅方法去進行輔導。咁所以最重要最獨特嘅方式就係用藥物。咁呢個其他輔導就唔會有嘅嚇。譬如你失眠或者係等等精神嘅問題咧，醫生會俾藥你嘅，即係如果係精神病科醫生。咁但係心理輔導、自學輔導咧就唔可以用藥物嘅嚇。咁呢個因為我哋冇受過醫學嘅訓練，咁呢個係好重要唔同。咁另外其他嗰啲就包括埋譬如話開刀做手術啦，譬如有啲咩腦白質切除手術呢啲或者甚至用一啲電波去電療咁樣，咁呢啲好明顯就唔係心理輔導、自學輔導會做嘅嘢。呢個係精神病學根據精神病精神病治療家根據精神病學咧會做嘅事情咁同自學輔導、心理輔導咧好唔同嘅。呢個係進路方面決定咁心理輔導都係啦，心理輔導嘅唔同咧，亦都係將個進路唔同。個進路唔同，譬如頭先精神病學獨有嗰啲咧，心理輔導唔係冇嘅。譬如頭先話用藥物做手術呢啲因為心理輔導師咧，佢唔係醫生嚟嘅，佢唔識用藥，亦都唔識做手術咁佢最重要嘅方法就係用心理學嘅方法心理學家咧對於心理學有好多嘅研究，呢啲研究咧去解決人嘅人生問題咧係有好大幫助嘅。咁心理輔導員咧就係用呢啲方法。或者仲有邊位朋友冇呢一張即係或者傳一傳或者袁經博派啦，有邊位朋友冇冇嘅朋友舉一舉手咁而心理學咧，佢嗰個進路咧，相對於即係我遲啲會講自學輔導咧，就係佢係比較着重經驗科學嘅。因為最初心理學係屬於哲學嘅一支，所以古代冇心理學㗎，古代只有哲學咁但係喺近代嘅時候咧，係即係有啲嘅哲學學者咧，佢係將研究人嘅一啲哲學嘅一啲觀點咧，佢係用科學嘅方法去加以實證嘅，所以慢慢就形成咗所謂實驗心理學。咁呢個就係近代開始獨立出嚟嘅一個學問咁而所謂心理輔導咧，就我所知咧，最主要就係用呢一啲心理學嘅方法係一啲即係經驗科學嘅方法都係模仿自然科學啦。因為始終對人嘅嗰種嘅科學嘅研究咧，就唔係同一般對象係一樣咁但係就主要嘅方法都係模仿翻自然科學嘅。咁呢種進路咧，我哋叫做心理輔導呢個就係第二個重要嘅輔導嘅學科啦。咁至於自學輔導咧，最主要同其他嗰兩個輔導唔同就係佢個進路咧係哲學嘅進路係哲學嘅進路。哲學進路咧着重就係理性嘅徹底反省至於咧係咪能夠實證呢個咧就唔係作家所關心嘅所以作家咧即係嗰啲唔了解嘅人就覺得齋噏嘅，得把口講嘅唔會有啲咩數據支持，有啲咩嘅科學研究調查嗰啲，唔會做啲嘢嘅因為好多時着重嘅就係理性嘅自己去徹底思考自然其説咁樣咁呢個就係主要係一種哲學嘅方法咁所以呢一度咧亦都同頭先講嘅兩個輔導唔同嘅地方咁我大致咁講啦，即係如果講自學輔導，如果對比住另外主要嘅輔導學咧，即係着重嘅就係嗰個進路唔同呢個我自己個人了解好啦，如果呢度冇問題咧，我進一步講一講咧我自己個人嘅自學輔導嘅體系因為頭先講係一般講咩叫自學輔導，咁但係咧即係自學輔導其實咧雖然係新興嘅學科啦，即係得20幾年歷史啦，咁但係咧做自學輔導嘅人咧可以好唔一樣嘅，即係佢自己用嗰套原則或者方法。咁我自己都有自己一個即係體系雖然都係即係做嘅經驗好短啦，大概一年到啦，年零到啦咁但係我的確有自己啲諗法咧，就同現有嘅一啲自學輔導體系咧係好唔一樣嘅咁所以我都講一講我自己嘅自學輔導嘅體系，因為我之下再講認知行為嘅心理輔導咧，我都係用我自己體系嘅觀點去睇嘅。去詮釋佢或者去評述佢咁呢個咧就所以對大家對於我對自學輔導嘅睇法咧，即係有一個初步嘅了解嘅。咁我都講一講我自己嘅睇法。咁我盡量精簡呢一部分咧，就第一講我都講過嘅咁同埋喺即係喺其他講座我都講過咁但係因為即係對了解我以下講嘅內容係重要咧，我都盡量即係都即係精簡啲講一講咁我嗰個體系咧，其實主要係承接住一個美國重要嘅自學輔導家馬瑞洛夫 Maryloff
而係發展出嚟嘅。